闭眼，不能看他眼睛。你的接头人终于赶到了。贫僧无禅，隐瞒施主一路，此时也该坦诚相告了。这位是我师弟，武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还是尽快上路吧。唐师兄，车子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可以走了。好，马上就来。莲，这是我给你做的新衣服，你会做衣服？怎么样，厉害吧？这衣服可是人家一针一线缝了好几个月才做好的呢。辛苦你了，蕊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衣服尺码的？这样就知道你的尺码了呀。你走了那么久，我很想你。你想我了吗？我师兄，好歹，就差你了。那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他的东西。要启程了，我先走了。唐莲，哼，我也去。驾！想不到你居然一路跟了过来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大黄，理理这个家伙，过来。大黄，这明明是我们家憨号，是不是？给狗起这么个名字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